你有冇試過俾剝蒜呢件事難住？得幾瓣蒜都要剝5-6分鐘，蒜皮黐粒粒，碎皮周圍飛，揸到隻手又痛又唔舒服，陣蒜味仲成日散唔去，真係好麻煩。其實剝蒜並唔係大家諗得咁難。大家好，我係小玲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幾個又快又簡單嘅剝蒜方法，簡單幾步，蒜皮輕輕鬆鬆就甩，唔會整到手痛。廚房亦都唔會亂糟糟。無論廚藝好唔好，屋企人都識做。而家就一齊學下剝蒜嘅小技巧。方法一，樽仔搖晃剝蒜法。準備一個乾淨嘅密封樽，將拆好嘅蒜瓣擺入去。如果個樽之前裝過飲品，一定要徹底洗乾淨。蒜瓣淨係裝半樽就得，留返上空圍嚟搖晃，擰實個蓋，用力搖大概30秒。蒜瓣不斷撞樽壁，靠撞擊力將蒜皮甩走。蒜瓣可能會有少少撞扁，但完全唔影響之後切嚟煮。打開樽，倒出蒜瓣睇下，剩低少少黐住嘅皮，輕輕一搣就落。呢個方法適合一次剝大量蒜，又唔想整親隻手，實用又省心。方法二，微波爐快速剝蒜法。呢個係省時又省時嘅懶人妙招，趕時間就最啱用。將蒜瓣平鋪喺碟上面，唔好疊埋一齊，放入微波爐用中火加熱1分鐘。微微嘅熱力會令蒜皮變乾變脆，好容易同蒜肉分開。攞出嚟之後輕輕一搣，一拉，蒜殼即刻就掉。如果要短時間處理一大堆大蒜，揀呢個方法實冇錯，1分鐘就整好一盤乾乾淨淨嘅蒜瓣。方法三，溫水浸法剝蒜法。呢個做法比較溫和，但效果非常好。先將蒜頭拆成一瓣瓣，擺入大碗，倒入大約40度嘅溫水，浸15分鐘。蒜皮慢慢會起皺變軟，溫水充分軟化表皮，輕輕一拉就成塊剝低，完全唔使費力。蒜瓣亦都可以保持完整，唔會壓到變形。我之前準備家庭聚會嘅時候，無意中發現呢個辦法，由陣開始，一袋蒜幾分鐘就剝晒，再也唔使捱到手攰。剝好蒜之後，再同大家講下大蒜保鮮儲存嘅實用貼士。冷凍密封保存法，建議1至2個月內食完。將剝好嘅蒜瓣擺喺通風位，徹底吹乾表面水分，確保冇滴水。搵個食品級密封保鮮袋，裝入蒜瓣，拎晒袋入面嘅空氣，封實袋口，放入冰箱冷凍格，可以保鮮長達3個月。凍過嘅蒜口感同新鮮嘅差唔多，煮嘅時候需要幾多就攞幾多，直接切就得。而且凍存之後嘅蒜味仲更加濃郁。以上就係幾個快剝蒜唔傷手嘅實用妙招。仲有一個長效儲存方法，大家最中意邊個技巧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都有實用嘅生活小竅門，亦都歡迎一齊交流。多謝大家睇完今期內容，如果覺得有用，記得點讚、收藏同轉發俾屋企人同朋友。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唔好錯過更多生活小妙招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